大家好啊，我係阿添。姜濤墮海啊，傳遍網絡啦。咁啊，真實原因我哋就不作討論。總之網民就有不同嘅聲音啊。咁啊，有人同情啊，有人當作娛樂。嗱，係咪應該拎呢啲嘢嚟講笑呢？另外一回事。今日我想講嘅係有好多嘅網民用嚟搞笑啊，詼諧地創造咗一個詞語叫做肥而不膩。嗱，呢一個食字普通話嚟計呢，就真係食得好靚仔嘅，因為膩同膩普通話讀音都係呢，無論讀音同意思都真係食得好靚嘅。咁不過喺廣東話當中咧，咁其實呢兩個字呢，一個係讀膩，一個係讀膩，所以我建議粵語嘅人士呢，可以嘅話就盡量唔好用呢一個食字 gag 啦，因為真係會對下一代講廣府話係有影響啊！嗱，我就唔係話嗰啲粵語極端分子，即係你講個笑我都要批判下你讀音啊起咁嗰啲嘅。不過我就想大家睇下以下呢一段片段先。拯救、拯救、拯救、拯救。第四個援助、原居、原居啊，凝聚、凝聚、凝居、凝佢、軍艦、軍艦、軍艦、轟炸機、轟炸機都唔識，轟炸機、轟炸機、轟炸機、後羿射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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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點講啊？日啊，後羿射日。嗱，以上嘅片段咧係用嚟展示一個客觀嘅事實。而家有好多嘅年輕人嘅粵語發音啊、讀音啊，都已經受到普通話嘅影響。我嘅觀點其實就好簡單嘅，就係咁。之前就做過一條片，就叫做係有啲唔係有敵，粵普讀音混合打字危害廣東話傳承。咁條片咧就有講過呢一段說話嘅。但點解你唔好咁樣打廣東話字？最重要嘅理由係咁樣係會影響到我哋下一代嘅廣東話。你而家之所以覺得睇得明未得啦，係因為你知道當你打個敵字嘅時候，你知道咩情況下佢係讀敵，咩情況之下佢係讀啲。而你點解知啊？係因為你本身就識敵係點讀啊嘛。咁你點解識得點讀啊？係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廣東話仍然係我哋主要日常嘅溝通語言，係你自然耳濡目染之下學識㗎。但你想象一下，而家嘅小朋友本身就唔係話好多識廣東話，就算識亦唔係話識好多，好多字都唔識廣東話點讀。而當佢聽到大人講呢啲嘅時候，打出嚟嘅都係呢敵。咁對於佢嚟講，敵就係讀啲。所以滴水之恩就會變成滴水之恩，水龍頭有啲滴水啊，就會變成水龍頭有啲水啊。換個以上嘅片段其實仲有提及好多其他地方、其他方面嘅。我印象中條片其實都講得都 OK 噶，而且都應該概括得比較全面、比較多嘅觀點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己去睇下啦。咁啊，翻返去開頭嗰個主題，肥而不膩同肥而不膩嘅呢一個食字 gag，如果係當年90%嘅廣州人都仲識廣州話嘅嗰個時間，我諗呢一個其實都 OK 嘅，都幾好啊！你當佢諧音都 OK 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嘅現實就係，而家啲小朋友如果佢係識、係會講、肯講，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廣東話水平嘅背景底下，好似肥而不膩呢啲咁樣大量應用之下咧，好多小朋友就真係會以為膩同膩喺廣東話入邊都係同音，咁就變成咗同我以前講嘅廣東話、普通話撈埋嚟打字帶嚟嗰個問題係一樣，小朋友就永遠會讀錯噶啦噃。咁當然我相信提出呢一點就會同之前我提出喂大家唔好撈埋嚟打字啊嗰啲一樣，係一定會有人話聽得明睇得明咪得咯，關你撚事咩？咁撚多事做乜撚嘢啊咁之類嗰啲啦吓。但總之道理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你係要繼續覺得冇問題，繼續覺得用某當做冇係冇問題，繼續覺得用敵當啲係冇問題，繼續覺得猴當好係冇問題啊！咁而家西非嚟啦，內啊都變成你啊！咁繼續落去，以後你就會聽到啲僆仔話冇事冇地冇日滴水之恩，一隻好字，裏外兼顧內外。咁當然啦，魯迅、魯振順同張華南都曾經講過，你提得出問題，你係要有實質性嘅建議㗎。屌撚完之後呢，係唔會有任何實質性嘅意見。所以我喺度會建議大家，如果係有心為下一代做好一個榜樣，如果你係真心唔想教壞下一代嘅廣東話的話，其實大家可以擺丁咁多嘅時間係學下粵語拼音輸入法嘅。嗱，小弟早幾年就學咗，我諗可能幾個月啦，攞嚟熟習啊、成啊咁啦。而家打粵語啦就用翻粵拼，打普通話咧就用翻普通話拼音。咁而家不特止廣州話有進步啊，連普通話也一日千里。
咁啊，大家不妨參考下啦，好嘛？今日講到呢度，我係阿添，我哋下次再見，拜個拜。